所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，讲英国有一名退役的士兵，进前和其他2个因为涉嫌做香港政府的间谍，协助监视走去英国的民主派人士，和英国政府用违反英国国安法起诉。不过19说传出讲，这位士兵的尸体伫伦敦某一个公园旁发现，外界也伫咧怀疑讲，伊是去放杀人灭口啊。 为相片内底，当看到公园已经采取乌色布棚加固封锁线。英国一名37岁英国陆战队退伍军人特里克特，甲香港驻伦敦警务办行政经理袁松彪，告华裔男子袁志良，13号英国政府用违反英国国安法起诉。外国媒体报道，特里克特退伍了后，伫英国移民局工作，有政治移民系统的资格。不过，英国政府发现伊涉嫌收香港驻伦敦警务办的钱，为去年12月到今年5月帮助监视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、暂时住伫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罗冠聪，还有蒙兆达这的人，佮捌伫5月7日，拢入去监视对象大的所在，有做间谍的嫌疑。不过，中国政府顶礼拜否认所有指控。 中方对有关中国公民被逮捕并起诉事表示严重关切，强烈敦促英方切实保障在英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。一段时期以来，英方不停炒作所谓中国间谍案、中国网络攻击事件等，这一系列指责纯属无中生有、恶意诋毁。 特里克特甲其他2个人虽然会当保释稍后限制出境，而且要遵守暗时的宵禁规定。大礼拜向当地警局报道，原本是要搁一届开庭，不过19伊的遗体锁伫英国伯克郡的梅登黑德一个公园发现。伊的出来人只有发表声明，表示家族哀悼失去一名心爱的成员，并无做其他的评论。不过伊雄雄过世，嘛引起真侪网友怀疑伊是受到灭口。包括英国媒体报道，伫侦讯期间，特里克特都有自杀的行为，和检察官一度要求法院继续拘留特里克特。若是伊的死因，还搁等法院做监视调查。我是新闻台是董朋友。